欢迎收听7月30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的第11章1到17节。耶利米书的11章1到17节，这两天的经文呢，很像这个预告片，又很像连续剧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上帝透过跟耶利米之间的对话，上帝说出了这些人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境况，不断的透过这些细节，我们看见上帝对人的爱是多么的深，他不断的呼唤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，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那真实的平安，真实的盼望，而且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。可是在今天呢，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过去呢，向这个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道，如果谁不行这个约定的话，谁就受咒诅。而这约定是从埃及，在那个时候，从那个燃烧着的火炉中，把他们的祖先带出来时，就与他们立了这约。上帝说，我要他们服从我，遵守我的命令。我告诉他们，他们若服从我，就是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上帝。而这样，我就实现我对他们祖先所发的誓，把他们现在居住流奶与蜜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。耶利米好像一个见证人回答说，是的，上主。上帝真的是守约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守约的主，他让他的百姓真的就在约书亚那个世代进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。可是他在这里又继续说到，耶利米要走遍这个犹大各城镇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，向这人民宣布这约，让他们明白内容，服从这约的规定。从这个上帝把祖先带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一再劝告他们服从我，他们总是不听也不理会，反而受自己顽固邪恶的心思所控制。我要他们遵守这约，但是他们拒绝了，所以我照这约的规定惩罚他们。我们看见上帝真的是慈爱永不改变，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。他与百姓立了约，当然他不会违背他的约定，但百姓呢？若是百姓违约了怎么办？上帝其实公义又慈爱，如果我们是那个仲裁者、审判者，你要同时兼顾公义和慈爱，很多时候是相当挣扎的。因为公义，你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，而这个行动可能会让这个毁约的一方损失了很多，甚至受到伤害。但是出于慈爱的面向，我们又不希望他真的受伤，他真的难过。可是在这里，上帝为什么会走到需要毁灭犹大，需要毁灭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一步呢？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即使他们在面对这个被毁灭的时候，到时候呢，这些人会起来哀求。可是这个哀求呢，上帝说他不听。为什么他不听呢？因为其实这些人民也不是来向他哀求，而是向那些不能救他们的神明，不能救他们的这些偶像哀求。那上帝要怎么救他们啊？他们也没有来向上帝哀求反倒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现，我真的很无助，我们真的遭难了。这是上帝他在未来看到的一个景况。所以后面呢，继续说到，我所爱的子民既然罪大恶极，还有什么权利到我的圣殿来呢？他们以为许愿献生祭就能消灾吗？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快乐吗？我曾经称他们为枝叶茂盛、果实累累的好橄榄树，但现在我要像闪电一样烧光它的叶子，折断它的枝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栽种了以色列和犹大，但现在要降灾难给他们，
因为他们作恶，自己招惹了这个灾祸。他们向巴力献生祭，惹怒了我。透过摩西之约，我们很清楚这10句话10诫，不可拜其他的偶像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却明明的看到这些人拜其他的偶像，甚至上帝还说，在未来遭难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去寻求的还是这些偶像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上帝如何保护保守他们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警戒，让我们在现在观看历史的时候学到了这个教训。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他不断的在向我们说，若是我们生命中有那违背我们彼此的立约的，违背与我们上帝立约的，我们真的要回转到他的面前，因为在他的约里面，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保护保守我们，我们有十足的平安，一无所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透过历史向我们来说话。主，我们看到前人的借鉴，更是反省自己的现况。或许我们在许多的诱惑、试探、黑暗的世代当中，但是上帝你却告诉我们，你是守约施慈爱，与我们立约就不违约的上帝。所以主，你也让我们有一个盼望跟信心，即使我们在各样艰难的时刻，主啊，你仍然保护保守我们，你仍然在我们的缺乏困难中供应我们。因为主，你必不撇下我们，你说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要回转向你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为我们设立界限，设立保护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当中，就把我们从那个黑暗、软弱跟缺乏当中出来，领受从主来的光明，领受从主来的真理，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主，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预告片，而他们在后来真实去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危难，但主，现在我们却能够及早看到这画面，让我们有机会回转向你。主啊，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这些话语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，成为我们警醒的时刻，常常透过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透过你的话语来思想主你的心意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，我们明天见。